農人中心好多揮春啊！係啊，新年嘅時候呢，會將啲願望寫喺張紅色紙上面。我今年呢都有幫爸爸寫好多揮春啊！你今年寫咗啲咩啊？考試100分，假期加多多。吓？你嘅願望有少少貪心喎。咁你今年寫咗啲咩啊？利是加超多啊！係喎，新年快樂，利是逗來。嗱，吓？紅色紙？紅色嘅手語係點嘅呢？紅色，紅色。星期一手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